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初9，诗篇33篇18节安尼讲：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大家来祈祷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欢喜义理甲公平，佮将慈爱充满全地的上帝。因为你的言语正直，凡你所做的一切，一定是诚实。主啊，你对天顶在看，看见拢总的世间人，你对你的宝座看落去。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主啊，阮的生命是你所赏赐，阮的一生拢在伫你的手，阮伫世间的所做，拢是照你的应允来行。主啊，求你监察阮，知影阮的心思甲念头，顾念阮的卑微，因为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伊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也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愿咱常常用敬畏心来到伊的面前，仰望伊的慈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